的是第一次都可以打。上香。 24年5月1日，农历甲辰年3月23日，乃是吉隆坡广州伊山春季之喜。 太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有你说的。商业促成，行善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献三牲，献财宝。 麾下水東流，不半星以幾度秋啊！迎牛雖前雲雨翻，韶光縮筆很難留。青山綠水連天遠，閒花滿地浮。朝請黃雲來報道，成空攝景上迎交。 如此真領三朝請啊，亡魂問趙淵來臨，仲有三寶力加持，此日今時來年化會。慈悲人大天津啊，慈悲人大天津，逝水東流去，南開一夢中，白雲飛發發，何時是家鄉烏啊？ 甲辰年3月23日吉時，全體吉鞠躬上香敬茶。敬茶，敬茶。 廣肇會館、海南會館、嘉應會館、潮州會館、茶陽會館、惠州會館、眾信人等，我頭頂紅天腳踏福地，為人擁護化扶持，精剛剛隨紅雲亨通，求財有財，求利有利，求平安大吉。好啊！身體健康，順順利利。